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6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66天。根据双方媒体报道说8月6号早上，乌军试图向库尔斯克地区发起进攻，目前主要事件正在苏詹斯基和克列涅夫斯基地区展开。有关乌军试图突破的信息也得到了该地区代理州长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的证实。夜间说乌军对整个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袭击，发射了至少26架无人机。到达人数最多的地区是苏贾，那里有人伤亡，住宅建筑遭到严重破坏的视频正在互联网上流传。乌军在多个地区发起攻击，在克列涅夫斯基地区，乌军开始从弗拉基米罗夫卡方向向戈尔杰耶夫卡方向移动。在苏詹斯基地区，乌军的攻势正从苏扎检查站和格卢伯科耶地区展开。乌军主攻目标是贡恰洛夫卡和库里洛夫卡。根据收到的情报，乌军成功沿 38K 至004公路渗透，在苏扎国际检查站附近发现至少3辆乌克兰坦克和一群步兵。乌军攻击的另一个方向是尼古拉沃达里诺斯维尔德利科沃县。根据初步信息战斗正在定居点郊区进行。该地区还发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装甲车，其所有新的三角形战术识别标记。8月6号正好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1周年。泽连斯基自己在视频中也对这个乌军进入库尔斯克1周年发表了一个讲话，进行了一个回顾。泽连斯基说1年多来，乌克兰一直在俄领土库尔斯克和别尔格勒德地区积极开展军事行动。乌克兰人再次向世界证明，他们完全有能力让俄安分守己，并有尊严地回应其袭击。库尔斯克行动确实非同寻常，世界情报机构对此毫无征兆。俄罗斯人也未曾料到，就在全世界许多人认为局势已陷入僵局之际，乌克兰人却展现出他们将继续捍卫独立并迫使俄结束战争的决心。我感谢每一位士兵、中士和军官，所有参与库尔斯克地区任务的人，所有阻止俄再次全面进攻我们苏梅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人们。我们正在保卫乌克兰，我们缅怀每一位在战斗中为乌克兰献出生命的男女。所以说，在这个乌军进入库尔斯克1周年之际，那么乌军在库尔斯克又加大了打击力度，以示纪念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这个我认为乌军进入库尔斯克，首先是接下了地波老人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这个地波老人到现在为止他都不承认乌军在库尔斯克是属于一种战略战术或者叫战争行为，他把这个定义为叫反恐。因为这个就在前不久乌军进入库尔斯克之前不久普京才改了宪法，也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核学说核学说的主要思想就是当俄罗斯本土遭到攻击的时候，俄罗斯有权进行核武器的反击。正当美西方对俄罗斯人关于核武器的这个忐忑不安，对吧，或者是琢磨不透，因为这个毕竟俄罗斯的这个5夫1娃1精把这个煤气罐就挂在嘴上，对吧，腰里就别着2个煤气罐，逮谁跟谁来。核按钮已经盘得有包浆了，所以这个美西方不清楚，也就是说美西方受制于俄罗斯的核讹诈。就在这个时候乌克兰人根本就不信邪，直接进入俄罗斯本土。事实证明俄罗斯人的红线是一退再退。第二个这个也反映出北约和欧盟在对乌克兰问题上面的某种软弱。就在这个草俄线公开派出12000名士兵帮助俄罗斯打仗，这是公然下场。但是对吧，无论是北约还是欧盟，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的说下场来援助乌克兰，没有一个国家派出一支部队。这个展现了北约和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些矛盾和软弱，不够那么强硬。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说自2025年初以来，俄罗斯已损失超过26万7千名军人。他发布了一份报告，列举了俄军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并强调每一名被消灭的占领者都使乌克兰更接近公平公正的和平。感谢所有保卫祖国的军人和女兵，感谢你们的勇气、坚定和对胜利的信念。斗争还在继续，荣耀属于乌克兰。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8月4号到5号，俄军继续在胡利埃波尔东北部的叫泽莱涅波尔和特米里夫卡附近，以及胡利埃波尔东部的马利尼夫卡附近发动进攻，但并未取得进展。俄军继续在扎波罗热州西部采取进攻行动，但未取得进展。
展。8月4号和5号，俄军向奥里西夫西南方向、奥里西夫西部的叫普拉夫尼地区以及普里莫尔斯克方向进攻。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在卡缅斯克附近发动了反击。8月4日和5日，俄军继续在赫尔松方向发动进攻，但并未取得进展双方在战线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相反这个俄乌双方互相轰炸，这个一直持续进行。根据24频道援引路透社报道，是2025年8月2号，俄罗斯2家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这2家企业均由俄罗斯石油公司运营。莫斯科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每天加工 1.8 万吨石油。正是由于8月2日的袭击，该厂暂停了石油初加工，这是自3月以来俄罗斯大型炼油厂首次遭到此类袭击。路透社援引该行业消息人士的话称，在袭击中，该炼油厂的主要的装置遭到损毁，而另一台装置原本计划于8月至9月初进行大修。这2套装置基本上就作废，因为它很多这个零部件要从国外进口。与此同时，梁赞炼油厂暂停了大约一半的加工能力。袭击后，2台主要炼油装置被停用，目前该厂仅使用主要的装置，就是另外一台装置进行运行。乌克兰无人机第2次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塔辛斯卡亚火车站。袭击发生后，当地人拍摄到现场发生的大火。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安全局局长瓦西里马柳克向泽连斯基进行了汇报。首先，重点关注的是乌克兰安全局战士的军事行动、特种作战和远程行动。我感谢他们的精准报道。我们不会公开披露细节，但敌人正在感受到我们行动的后果。乌克兰安全局上半年摧毁俄防空系统的成果值得关注，这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俄军事机器和战争经济进行远程打击的有效性。我批准了多项行动。我感谢乌克兰安全局的英勇表现。什么意思呢？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写的这些实际上就是泽连斯基批准了乌克兰安全局的针对俄罗斯的新的行动计划。接下来就瞧好吧，俄罗斯境内恐怕就要发生一些非常离奇的事情，要四处开花预计在俄罗斯本土很快就有更多的打击行动，类似于蛛网行动双方在战线上变化并不太大。我们看看外交国际援助。首先是这个阿塞拜疆志愿者正在大批前往乌克兰，与乌克兰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捍卫自由与独立。这不仅仅是一次支持，这是一场真正的兄弟之战。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阿塞拜疆客机被击落以后，愤怒一直在发酵，就像曾被击落过客机的荷兰。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阿利耶夫专门成立了一支特种部队叫图兰。这支部队它向阿塞拜疆国内以及叙利亚以及其他的国家第三方征召那些退伍军人，然后进行训练，把他们送往乌克兰这个阿塞拜疆这个志愿者目前正在大批量的前往乌克兰。这个阿塞拜疆还正式要求俄罗斯归还其历史领土，包括达杰斯坦、印古什、车臣这些地方和阿塞拜疆一样，都是从沙俄从波斯赚取的土地。现在阿塞拜疆是蹦跶的越来越欢了。说到阿塞拜疆，咱们不能不说这个亚美尼亚可以说这个对普京来说，高加索现在是危在旦夕普京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特朗普是做梦都没想到正要打瞌睡有人就送来了枕头。8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同时接待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双方有望在会谈中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就在5年前俄罗斯还以南高加索这个裁判者自居，但如今自己的后花园的安宁却需要美国人来干涉，而自己却被彻底的排除在局外。对于普京而言，这面子与里子的双重失落。对于特朗普来说那真是顺手就摘了个大桃子。特朗普以后对吧，他的吹牛资本又多了一个。特朗普现在就吹牛什么柬埔寨跟泰国停火是他协调的，这个印巴停火也是他协调的，什么刚果金也是他协调的，那地方打了50年了，还有什么地方都是他协调的他平均1个月调停一起国际冲突平息一场战争，这不又多了一个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吗？怎么不够特朗普臭屁的呢？这特朗普就是点儿正了。刚才说了阿塞拜疆人家现在已经跟普京跟俄罗斯不仅划清界限，而且还对吧，要算算历史上的账，你到底占了人家多少领土。那这个亚美尼亚现在也没闲着，不仅要退出吉安组织，这个亚美尼亚的总理叫帕西尼扬他公开说离俄罗斯越远就意味着离文明越近，离俄罗斯越近就离文明越远。你说这话气人吧？地保老人不要面子，你这么说，这个帕西尼扬此话一出首先是土耳其伸来了橄榄枝土耳
齐总统埃尔多安说将要全面和亚美尼亚合作，而这个欧盟也是伸来了橄榄枝，欧盟说了也要积极发展跟亚美尼亚之间的合作。树倒猢狲散，从沙俄时代到前苏联再到俄罗斯，这个俄罗斯人辛苦维系的高加索地区甚至连中亚现在都是摇摇欲坠俄罗斯失去的不仅是地缘政治的筹码，俄罗斯失去的是掌握了将近300年欧亚交界地区的话语权。从俄罗斯人的角度来看那普京就是典型的败家子儿，宰卖野田，沙皇前苏联打下来的江山统统的拱手相让。当然这是从俄罗斯的角度看，但是从这个人类文明从世界来看，这是好事这是正确的。普京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砸了一下不过瘾，又搬起来又砸一下。瑞典、挪威和丹麦将向北约一项向乌克兰提供美国武器的倡议共同出资4.86亿美元。丹麦首相斯特勒表示，该计划将确保乌克兰快速获得关键军事装备，并强化美欧合作。其中丹麦出资9000万美元，挪威首期注资1.42亿美元，瑞典将贡献2.75亿美元。众人拾柴火焰高你给点我给点，对吧？这个就加在一起就不少了，足以让俄罗斯人羡慕、嫉妒和恨。这个第一笔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的防空系统和炮兵装备。此前，美国驻北约大使马修·惠特克表示，继荷兰之后，其他国家也将很快宣布根据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提供新的援助方案。我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普京的会面。首先在威特科夫和普京见面之前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先通了电话。根据泽连斯基自己说双方就解决乌克兰冲突协调了立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今天我们协调了乌克兰的和美国的立场。这个泽连斯基还说他说俄罗斯现在正试图加大攻击力度，我们乌克兰人完全支持特朗普总统提出了立即停火的建议。他说我们已经尝试了多种不同的方式，停止战斗，停止杀戮，我们已经向俄发出呼吁，要求其停止空中打击，停止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和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特别是停止对能源部门的袭击。他说所有这些都被俄破坏了，而且是一种极其不道德的方式。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对平民实施恐怖袭击，他们没有一天不在前线给我们带来真正彻底的寂静。这场战争的根源仅仅是俄想要控制邻国的生活，征服他们，害他们。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就不会有战争。这个泽连斯基说与特朗普的对话富有成效。他说特朗普就当前形势交换了看法，双方还讨论了欧洲对俄采取的联合制裁措施，以及荷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国决定出资超过10亿美元帮助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的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还讨论了国防合作，乌方已起草一份关于无人机的合作协议，愿与美方就协议内容进行详细讨论并签署。也就是这个特朗普派他的特使维特科夫见普京之前，他已经先跟泽连斯基通个气了泽连斯基再一次感谢特朗普，决定无条件支持特朗普的这个做法，球就到了普京的脚下。为了这次维特科夫和普京的见面，那特朗普戏也是做足了首先是这个特朗普手上这应该是非常少的给乌克兰援助就是他援助那都是让欧盟花钱从美国买武器送给乌克兰。这个8月5号，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防务安全合作局发布了一份报告，说国务院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一批 M777 型榴弹炮，还有一堆配套设施、维修服务和技术支持，总价值1.04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还批了另一笔9950万美元的订单，内容是运输和集装箱服务。这个和爱国者不一样爱国者是防御系统，这个 M777 这个在乌克兰战场上是非常实用的号称炮王连 M777 加炮弹集装箱给你装好，直接送到乌克兰。然后就是特朗普跟这个梅德韦杰夫之间的口炮，对吧？口水战，然后特朗普上头了，出动了2艘核潜艇到了俄罗斯，对吧？这个附近，然后还象征性的警告了印度，说印度如果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话，那就要对他进行2级制裁。这是在维特科夫见普京之前，特朗普是打了一通这个乱拳结果这个维特科夫到了莫斯科见到普京以后似乎是碰了一个钉子。这个很好理解这个维特科夫也不是第一次到莫斯科，他都去莫斯科5、6回了，没有一次说能够谈出什么成果他每次去跟特朗普的结局是一样当面谈的是非常好，普京是非常客气，非常有礼貌，迷人的微笑，绅士一般的。但是你只要一走，他后面就炸乌克兰，把所有的怒火都发在乌克兰身上就这么个现状。这个根据美国这媒体报道他说是独家报道，但不知道
道真假，说普京怀疑特朗普最后通牒的效率，也就是这个维特科夫啊见到普京以后，这普京所表现出来的和往常一样，要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啊，要外交谈判解决，但是你让他停火没门啊！有媒体报道说，普京啊同意空中停火7天，这个空中停火7天，说白了就是俄罗斯被炸的不行了。这乌克兰最近啊，是不是很多无人机导弹去炸这个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的这个炼化装置、俄罗斯的储油罐、交通枢纽，炸得焦头烂额，所以他提议啊，这个空中停火7天，其他的不动。那这个特朗普也不同意啊，这个泽连斯基第一个反对啊，泽连斯基明确反对俄乌空中停火，说支持立即全面停火。俄方曾多次违约，也就是这个空中停火没有意义啊。这个俄罗斯人就是出尔反尔，他说空中停火我们试过，但俄方总在破坏。泽连斯基通过电报频道啊，直言不讳地回应了近期热议的俄乌空中停火提议。在视频中，泽连斯基的态度强硬且明确，反对空中停火。他批评这一提议是不彻底的妥协，称仅暂停空中打击无法解决冲突根源，俄方认可通过地面进攻、导弹袭击继续破坏，只有全面停火才能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根据这个消息人士的说法啊，他说普京不太可能接受特朗普的最后通牒，并保留完全占领乌克兰4个地区的目标。也就是说，你特朗普现在不管说破天，你都阻止不了普京啊，要把乌东4个州先完全占下来。这个消息人士说啊，普京之所以决心继续下去，是因为他相信俄罗斯正在获胜，而且他怀疑在3年半的战争期间连续实施经济制裁之后，美国再次实施制裁是否会产生太大的效果。但是普京不想激怒特朗普，他意识到错过特朗普可能会错过改善与华盛顿和西方关系的机会，但对普京来说，实现战争的目标更重要，也就是说跟美西方缓和关系、修复关系，这个没有实现战争目标更重要。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啊，普京的目标是完全占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乌克兰地区，然后商谈和平协议，也就是把乌东4个州完全占领之后才谈所谓的和平。俄乌代表自5月以来已举行了3次会谈，这是莫斯科试图让特朗普相信普京并没有拒绝和平，也就是做个样子给特朗普看，他愿意谈判。莫斯科提出的要求包括乌克兰军队从上述4个地区全面撤军，基辅接受中立地位，并限制其军队规模，但这些要求均遭到乌克兰的拒绝。普京私下对近期美俄关系恶化感到担忧，普京仍然希望俄罗斯能够再次与美国友好，并与西方开展贸易，并且担心特朗普的恼怒。但随着莫斯科军队在战场上推进，乌克兰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普京认为现在还不是结束战争的时候。消息人士说如果他现在停下来，俄罗斯人民和军队都不会理解，也就是普京现在停火的话，没有办法向俄罗斯人民交代。俄罗斯总参谋部告诉普京，乌克兰前线将在2-3个月内崩溃，这就是普京不停的加仓的原因。普京对吧，等了2个月又2个，等了2个月又2个，从1小时22分到现在的3年半时间，就是在不停的3个月以后乌军要崩溃，对吧，这个信念这个理念的鼓舞下，普京坚持到现在，你说让他停手能行吗？莫斯科军队在当前夏季攻势中，在地形和密集城市环境对乌克兰有利的地区陷入困境，但他们认为其他地区应该能够很快占领。普京重视与特朗普的关系，不想激怒他，然而他有一个首要任务，普京不能仅仅因为特朗普想要结束战争他就配合特朗普特朗普的制裁威胁令人痛苦且不快，但并非是灾难。知情人士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履行他的最后通牒，并补充说他之前就发出过威胁，但没有采取行动或者改变了主意。很难想象大国会按照特朗普指示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特朗普的举动可能会适得其反，推高油价。可以想象这次维特科夫和普京的会谈像前5次一样无功而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维特科夫刚离开莫斯科，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决定对印度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回应其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的行为。这个美国对印度的关税就是50%了。
新关税将于命令签署21天后生效，适用于此后进入美国市场的大部分印度商品。关键的是啊，特朗普这个行政命令的名字啊非常耐人寻味，它的名字叫应对俄罗斯联邦政府对美国的威胁，所以要对印度加征25%的关税。这就说明这个维特科夫啊和普京谈崩了，也就是普京不接受特朗普的什么最后通牒。现在啊，球到了特朗普的脚下，我觉得特朗普啊先拿印度开刀是对的，对吧？毕竟印度还是好捏一点，对吧？等到印度妥协了，啊，有传言啊说这个印度啊马上到另外一个印度访问，当然了是为别的事啊。那有人就说了，这两个印度恐怕到一起要协商一下怎么对抗特朗普这个2级制裁。这个大家放心啊，不会的，这两个印度啊也很难尿到一起，而且这两个印度都互相对外人设啊，对吧？都是叫不结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很有可能是各个击破，先是印度啊，印度到时候就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了，那另外一个印度呢，恐怕也在寻找出路啊。我在想啊，这个很有可能特朗普要跟另外一个印度啊达成一些交易，也就是说另外一个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不能超过多少，就是有个额度，价格都给你限制死，比如说每桶油价不能超过45美金，然后你只能进，对吧？每年多少桶，每个月多少桶，我估计是这样子的啊。要不然的话，如果大国啊不从俄罗斯进口油的话，那世界上其他产业国也没做好准备，那油价真的要上涨。实际上这个贸易战这种制裁完全可以叫精细化、精准打击，对吧？你通过算账，你就能算出它的成本，对吧？正好卡在它脖子上，出口吧它也不赚钱，不出口吧更缺钱。那么这个彭博社基于俄罗斯财政部数据报告称啊，他说2025年7月俄罗斯的石油销售相关税收收入为约8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3%，就下降了1/3啊。而7月整体油气税税收总额7873亿卢布，同比下降27%，而石油销售占其中大头。此前6月份的数据也类似，石油与天然气收入同比下降33.7%，降至4948亿卢布，约63亿美元，创自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首先是全球油价下跌，乌拉尔原油均价比去年同期跌了15%，其次是卢布持续升值，使得每桶原油兑换卢布后带来的税收收入减少。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很多人不懂，他以为卢布升值对俄罗斯是好事，升值贬值你主要看它对国内的经济，对吧？它是出口型的还是出口什么东西？如果它对外卖的东西少，买的东西多，或者对外卖的东西多，对外买的东西少，你就看它俄罗斯的石油卖的越多，它那什么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就赔的越多，这就是因为卢布升值导致。所以这个俄罗斯能源企业亏损严重再加上这个银行利息又高，它基本上干不下去了。因为你看它对大国卖石油那是按美元计价，它卖一桶石油那本来是100美元能换，对吧？1200卢布，现在石油还是100美元，卖一桶石油100美元，但是它换卢布只能换1000卢布了，卢布升值了嘛？那换1000卢布，你想它国内它那么的成本是固定在那儿，它不就越换越赔吗？越卖越赔。所以这个特朗普他就信誓旦旦的说俄罗斯的经济糟糕透顶，说只要油价下跌，普京就别无选择。特朗普说如果油价再下跌10美元一桶，普京将停止杀人，他别无选择，因为俄罗斯的经济糟糕透顶。当地时间8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所以这个特朗普已经对印度出手了，先加征25%的关税，先试一下看看效果，后面这个特朗普有可能还要加这保不齐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